请大家用感谢与赞美的心准备今天的礼拜，请奏乐。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歌，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现在呢，平安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对不对？呀，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圣殿。一看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我知道这一刻大家呢都是充满了健康。所以呢，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安心，我很健康。”放心，我很健康。感谢主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不方便出来，有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他们在家里休息，也透过直播跟我们一起敬拜。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全心全意的，因为我们明白，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敬拜神，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诚然是在万物之上，是万神之神，他是那唯一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并且创造我们生命的神，所以他配得我们称颂。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呢，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要来赞美他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起立，把我们所有在家庭里边所有任何心里面的事情我们都放下，因为神他是为我们除去重担的神。主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他的面前，我必使你得安息。”安息就是心里面完全的得平安。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双手举起来，我们来邀请圣灵同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是的，圣灵，欢迎你进来。我们弟兄姐妹有一段时间的祷告，让圣灵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好叫你的心是踏实的，是稳妥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哈利路亚。这里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在这里设立祭坛是神你所喜悦的。主，即便现在在一个瘟疫的时刻当中，然而主，我们明白当神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平安。主，你说我们当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并且回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要我们转离恶行，因此主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
悦纳我们在这里所有的赞美。主，你这个时候你要赐下一切的平安在我们当中，也除去所有这些的灾害，这些的病毒都离开我们。哈利路亚！因为当我们赞美的时候，主啊，我们灵里面就充满了从神来的能力跟健康。主啊，你赐给我们从属天而来的那个属灵的免疫力，要胜过一切。谢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一同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神的眼目时时刻刻看顾我们，他赐我们平安，赐我们喜乐。今天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是恩典，好不好？我们用我们最大的热情，用最大的歌声，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要喜乐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背，直到如今人心神迹。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让我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你的恩典是我们的宝珠。哈利路亚！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和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着你，全心你的旨意，谦卑为着你，我们的好不好？我们再更大声、更肯定来宣告：哈利路亚！是我们的宝珠，新酒和有满意，你的意要赐福着你，遵行你的旨意，谦卑会转向你，我们的意要跟随你。神的眼目看顾，哈利路亚！你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主啊，你的荣耀降下，荣耀复兴降临。祷告盼望，哈利路亚！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最热烈的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在我们一生当中，都不断的在追求人生的幸福，而这人生的幸福其实是从天而来的。神赐下他的恩典，让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有它丰盛的点，并且能够分享出去。我们传福音的季节已经来到，好不好？今天我们就用我们热情，用我们感恩的心，我们继续的用这一首歌，要加上舞蹈，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有些人筋骨还没有很活络，好不好？我们要再一次用最热情来敬拜哦，哈利路亚！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好不好？我们动起来，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哈利路亚！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的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公义。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要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幸看顾福是卸下重担，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神必看顾你的处境。神必看顾你的处境。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向神呼求，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诚心诚意敬虔的来到他面前，他必听我们，
他必照顾我们，也必服侍我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为我们的土地，为我们的世界来带上祷告祈求。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专理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是的，主，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向神来敞寻开，求你面。我们进到那祷告里面，我们专理所有的向神诉说。定义单单跟随主啊，你饶恕我们，我们单单面向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哈利路亚。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举起我们手说：阿爸，我们呼求你。主啊，求你来医治我们这一块地方。我们欢迎这位君王，不是地上的君王，而是天上的君王。他掌管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在谁的手中？在耶稣的手中。主耶稣他说，他把这地上、天上、地上的权柄，他要将这权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要叫万民都归在他的名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瘟疫的当中，神要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让我们这一代来遇到这些的事情？神一定有他属灵的启示。你听见神的启示了没有？在这个时候，神他告诉我们，时候快到了，那日子快到了，因此我们要快快的让神的爱能够传到普天下去，把神的爱传到普天下去。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为世界，为了世界各地，为了中国，为了台湾，还有意大利各国，我们所知道的疫情之严重。然而我们知道，透过祷告，神必然掌权。唯有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才能够转还这样的一个局势。所以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要来呼求，来祷告，求主来医治，求主来医治这地。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当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呼求，主，我们知道你看顾我们这一块土地。主啊，我们为了这一次世界性的一个大流行的疫情，主啊，愿你来鉴察。主啊，不管是从中国，主啊，到世界各地所流行的，然而主啊，那个流行不再
在主，你要完全的来拦阻，主啊，你要全然的来掌权，主啊，你要看顾你的百姓，主，你将我们带到那至高之处，在主的隐秘处，主，当我们向你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啊，你就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并且你要使这灾害来停止。主耶稣，主耶稣，你来看顾，全然的来垂听。主啊，谢谢你，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呼求你，是的，阿爸，我们呼求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风出命令无常，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风出命主啊，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要复兴我们这地，阿门吗？阿门吗？每一天都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时刻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把我们一切所有的赞美，我们都归给神，用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42节到第5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我必将你们交在我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里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愿神的话常常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每天最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邀请朱子恩、朱子涵来音乐献诗，他们所要演奏的曲目是《耶和华是我的保护》。很棒，对不对？他们呢，还代表他们的学校到国外去参加乐团、参加演奏哈。所以这是姐姐子涵，现在已经6年级了，对不对？妹妹呢？子恩现在几年级？幼稚园。我们是看他从那个小 baby 看他们长大的，对不对？那我们也请少华来到前面，因为呢，他们在下个礼拜天，他们要回北京。开始在那里的咖啡屋的工作，我们很希望他们留下来，但是有一份的使命催逼着他们要回去，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聋哑的孩子，他们也需要工作，所以呢，虽然在那里也有一些疫情的危险，但是呢，他们要回到那里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带着神的平安，神也保守他们回到那里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尽都顺利，阿们吗？好，那这个时刻呢，牧师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来特别为这个家庭少华的先生严敏呢，他早就在北京那里没有回来，所以我们为这个家庭，为我们的咖啡屋，我们来为这些祷告，也为咖啡屋里面所有的这群的孩子还有志工，我们都开口来为他们祷告，来请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看见主你的儿女们，主啊，让他们在主里边被神你喂养。
主啊，看见子恩、子涵，他们在主你的里面领受到主你极大的恩宠。主啊，你要继续的带领这个家庭，我们的严明还有少华，就特别当他们回到北京，他们要在那里继续来服侍爱这一群聋哑的孩子。那个咖啡施工、咖啡屋的工作要开始的时候，主啊，你继续来带领，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刻，主啊，你的灵全然的做造就。谢谢主，你也祝福在所有的这些参与在服务的志工们的身上。主啊，他们每一个凭着他们的爱，就显出了主你美好的形象。主你要大大祝福他们。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为少华、为子涵、为子恩。主啊，当他们站立在这里的时候，主，他们就像那活祭一样，主，他们将他们的生命、将他们的时间献给主。主啊，他们用他们的爱服务在这些需要的人身上，因为主，你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服侍在那些卑微的人身上，就是服侍在基督身上了。因此，主，你把这个福音看为是美好的，在这个咖啡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里边，主啊，在每一个孩子，这些聋哑的孩子，你继续来看顾他们，也看顾他们的家庭，也特别看顾在北京在这样的一个疫情里边，主啊，你看顾这个土地，让他们即便在慌乱恐慌当中，然而因着耶稣的爱，他们心里面就得着平安。你带领我们的少华，当他们回到北京的时候，咖啡屋又要搬房子了，又要搬家了。主啊，在前面的道路好像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主，你已经差派了许多这些的志工成为他们的天使，一起把这个咖啡屋能够营造起来。因为主，这是你喜悦的。因为当我们能够爱人，能够分享爱的时候，主啊，就是你的同在了。谢谢主，带领少华他们全家在那里得着平安，得着能力，也得着健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请回座。这时，我们邀请本堂主任牧师周信荣牧师来讲道。今天的题目是挺身而出，回应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上礼拜五应少华的邀请，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跟台湾的志工，就是在北京参与他们在咖啡屋里面服侍的这些的志工，能够招聚。这些几个志工其实都是老板级的，他们看见少华他付出的爱心，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很乐意用他们的生命时间，甚至捐献来帮助我们的咖啡屋。我们真的很感动所以那天我们在那里有很好的一个交流，也愿神祝福他们所摆上的，我相信上帝纪念，并且他们所做的要更多具有影响力，来帮助所有世界任何的地方，凡听见的看见的都能够见证，这就是上帝的作为。阿们。今天我们早上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耕耘我们真善美的心田，让我们的生命人生是充满了信望爱。阿们。好不好？请大家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宣告神话语在我们的当中所呈现的展现的力量。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的，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们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挺身而出，回应挑战。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挑战，从我们呱呱落地出生以后，就有许多的挑战，不管是环境的，不管是人的，不管是自己的，我相信有许许多多的挑战。所以能够活到现在，能够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奇迹，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挑战。
挑战人生有分个3个等级哦。第一个是生存，人们为了生存，为了糊口，我们必须要付出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工作也是一个挑战，是不是？因为我们要找一个适合我们的，我们也要找一个合适他们的，就是我能够成为他们合适的，然后才能够磨合在这里。透过你付上的代价你该得的，你就可以成为你生活的这些基本的条件。但不只是生存哦，其实在生活上我们也有一些的挑战。我们要过一个舒适或者比较休闲的生活，那你就必须要知道怎么样轻重缓和去安排清楚咯。你不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那人生好像只为了工作而工作，那很辛苦。神要我们也有休息，在他的面前，也可以有休息在家人的当中，建造一个和乐的环境，建造一个健康的环境，这也是我们需要的。这是生活的层面，那生命的层面更需要摆上了。如果你看重生命的层面，灵魂的问题，未来整个人生一切所呈现的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更需要用心力来思考，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为重要、最为影响我们的。所以这一些都充满了许多的挑战。然而在这些的挑战当中，我说我们会像扫罗王一样，在他的人生当中遇见了那巨人，叫做歌利亚的。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有遇见歌利亚，只是那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方式去面对它，这倒是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今天很简单，就从这个开始。其实我们一定会有挑战，但是我们不要怕挑战，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你一定能够逾越胜过挑战的。阿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说，来，不怕挑战，只怕没有勇气。来，不怕挑战，只怕没有勇气。对，如果没有勇气，你哪里来的信心呢？这段经文牧师就提出这些，跟我们一起来思考。心若胆怯，力量就必微小。那胆怯是从哪里来的？胆怯如果追根究底，我要说那是从撒旦来对我们的攻击，那是魔鬼对我们的挑战哦。我们看扫罗王他面对的这个巨人强敌，称为歌利亚的，他是非利士的战将。他有多高？他有300公分。怎么去形容300公分呢？我要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的天花板，我们的天花板最上面顶端是280公分，那你要再加20公分，你就知道扫罗以色列的军队遇见的这个强敌是多高。300公分的巨人，不但这样子哦，他身穿的盔甲是57公斤。57公斤，这里有没有比57公斤还少的？有举手一下好了。OK， 你们都不敌那个歌利亚身上的盔甲哈。57公斤，你可以想象吗？57公斤的东西扛在你的身上，你还能够做什么？但是那是他的保护哦。哇，他的那个枪头哦，那个矛盾那个枪枪头说有7公斤重，你就可以想象。哇，这个人是多么的魁梧，他真的是战将哦，他无所不胜的哦。那我们想象说，以色列这些的军队不是有耶和华上帝可以依靠吗？他们每一个人怎么都变成缩头乌龟，都在岩石的后面躲避着，没有一个人敢出去应战呢。哇，甚至扫罗王说，你只要勇敢出去的，可以得胜的话，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哇，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对不对？拼命一个国王的女儿说，只要你可以打赢敌人的话，他就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但谁敢出去？没有人敢出去哦。我们看扫罗王，应该扫罗王他在整个以色列人当中是高人一等的才对啊。老实说，应该是他出去应战。为什么？因为神拣选扫罗王
来高摩他为王的时候，圣经是这样记载哦：扫罗王是高人一等的，他多出以色列人一般的高度的一颗头。那一颗头多少？不是多少钱呐、是大概多少公分呐、哈？哎，对呀、大概25到30公分吧。那一般来平均讲，如果170加30就200呢，200也很高啊，对不对？现在篮球队大概都200，但是200遇到300的会怎么样？哇，那也是一件很惨的事。那为什么扫罗王会如此的像缩头乌龟一样？其实圣经是有记载的。当耶和华上帝要扫罗王带着以色列的军队去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因为亚玛利人来侵犯他们，然后神就让他们得胜哦，并且上帝有说，这些军队交战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得胜的，并且你们可以攻破他们的城墙，夺取所有的这一些的财物。但是这些所有的财物不是属神的，不是神要给你们的，所以你们一进都要烧尽。哇！但是这一些阿兵哥去到城里，看见哇，这么多的肥羊，这么多的好棒的这些的财物东西，怎么把它烧尽呢？不是很可惜吗？财物不是都是上帝给的吗？哇！扫罗听一听，好像也有道理，对不对？就怎么样，舍不得把肥沃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烧掉，所以就失常了这一些。然而神知道，神就质问扫罗王。扫罗王怎么回答？我们看呢，他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所以呢，就违背了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到底是耶和华上帝是他的王，是他的主，还是百姓是他的主？以他来讲，他怕失去王位，所以他宁可顺从百姓。但是我说不，其实他是爱上了这一些的财物，所以他还是把理由推给别人，责任推给别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此我们就看到圣经如此记载：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所以，既然没有耶和华的灵同在，他过去的那种勇敢壮胆跑去哪里了？他现在所看到是用他的肉眼来看这300公分的巨人，所以他当然是害怕，即便他是200公分的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一个人没有圣灵同在的时候，没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我们手上是仅有的、拥有的，而这一些都会让我们退却害怕。因为强敌来的时候，强敌压境的时候，我们真的束手无力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看年轻的大卫被他的爸爸说：“哥哥在沙场上哦，所以你预备一些东西去探望他们，问他们安，爸爸关心他们。”哇，年轻的大卫去到沙场，怎么对面的对敌一直在辱骂、叫嚣？而我们这些军队真的就是躲在这里，大家在这里不是烤肉哦，是在那里皮皮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哇，他听到对方的对敌如此的辱骂耶和华上帝，哇，他真的很生气，对不对？他虽然体格是短小的，大概跟牧师一样吧，但是他心里是大卫，是刚强的。阿们。这就是我们看见今天大卫所呈现出来的，所以他勇敢的要出去应对这强敌但是扫罗王说：“你穿这个是一般的衣服，你不是战士啊，你怎么上去啊？来，我的盔甲给你穿。”哇，大卫穿上扫罗王的盔甲，好像什么？好像小人穿大人的西装一样的哈，哩哩啷啷的他也走不动啊，所以大卫说：“不行啊，这样我上去连动也不能动，不行的。”所以他就脱掉还是照着他的牧羊人的衣服上沙场。所以他就跟这强敌说了：“歌利亚，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但是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大卫这样的一个心智跟信心。我们看的不是外面的，我们应该看的是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是否我们看见我们靠的是耶和华的名，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会有这样。神就应许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一书4章4节。对，他说，小子啊，你们不用害怕，你们是属神的，你们不是属地的，你们不是肉体的，你们全然是属神的，你们是可以胜过他们的。所以在你们里面的那一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是掌管宇宙万物者，所以他可以比世界上的更大。这是我们所依靠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胆怯绝不是神给我们的，胆怯是撒旦的伎俩。阿们。你跟隔壁说，胆怯是撒旦的伎俩。来，对，胆怯真的是撒旦的伎俩。所以我们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总会遇到强敌。那强敌，我们或者给他化名为歌利亚。但是你必须要清楚，你要正视他。哪种歌利亚，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你面对了他，你退缩了，而到如今，你生命当中，你依然不敢正视歌利亚，你依然躲在石头的后面，你宁可没有看见他，认为他不存在，但是他永远在对你叫嚣。你的生命当中，过去的、现在的，甚至你生命当中的歌利亚，现在还是在对你挑战。你怎么样来面对他？你怎么样来面对他？我们看80岁被神所呼召来，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地。那为奴之地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习惯400多年当人家的奴仆了、奴隶了，他们习惯了。而我们也看见摩西，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再的拒绝，因为他过去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歌利亚，他没有对付，他到如今还没有胜过他。就是什么？当他40岁以前，他想靠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不要啦。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里面，他想为他的百姓出他的力量，然而他成了逃犯。所以到如今，他那个经验是什么？连他想救的百姓都唾弃他，所以他有被遗弃的经验，他有孤儿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那一个叫做歌利亚，他还没有办法对付他，所以神要呼召他。80岁的他说不，还有很多人比我更棒。然而当他对付了他内心的歌利亚以后，你看，我们看神一再神奇奇事，让他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就看80岁的摩西，他做了一件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一件事情，也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的生命当中都必须要出埃及，都必须要经历旷野，因为唯有如此的一个途径，我们才能够进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迦南的美地。这是我们看见摩西所经历的。那我们也看见保罗他是一个学识丰富的人，他被耶稣所选召以后，他大有能力的来传扬福音，成为外邦的使徒。他带领很多人，很有能力的为主做见证。但是他的生命当中也有歌利亚，
所以他说：“我3次向主求，把我那生命当中的那一根刺能够挪去。但是主告诉我，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哇，他知道这个歌利亚现在已经变小了，这一根刺已经几乎没有，而这一根刺会成为他的提醒。这是我们所看见的。而你呢？你生命的歌利亚是什么？不一定是人，可能是哪一件事情，或者哪一个经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回想，在你的整个原生家庭到如今，你还有没对付过的吗？如果有的话，今天他依然在对你叫嚣，他依然成为你的拦阻，让你不能进入神丰盛之地。那是你该得的，然而因为前面有大石头挡住，有歌利亚挡住了你的祝福。所以愿神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圣经告诉我们，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对不对？所以不管任何的团体有一个竞争或有一个比赛，哇，我们看那领队啊、辅导啊、教练啊，一定要怎么样？信心喊话，对不对？所有的战争里面，所有的领袖，伟大的领袖都有信心喊话，那一些的信心喊话都记载在历史里面，成为他能够战胜、攻无不克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胆怯，因为一胆怯，我们就扔卡去了，好，我们就变成扔卡黑，就不能往前走。这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应该找出你生命当中的歌利亚，你要勇敢的来面对它，是不是需要？你跟隔壁说，找出歌利亚，把他打死，来。对，好，找出你的歌利亚，把他打死。神给你有这个权柄跟能力的哦。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卫的眼光跟信心，我们来对比这一些躲在石岩上的这些扫罗王跟他的以色列军队。哇，我们一对比就会发现，真的是差很多，不是吗？真的是差很多。为什么？因为大卫很清楚，以色列的军队不是扫罗王的军队，是耶和华的军队。哇，那完全是不一样哦。如果是扫罗王的军队，那就是要靠人数咯，至少要1:1吧。如果2:1的话，胜算就多了。还要看武器咯，要比一比咯，然后叠起来就要思考说，这300公分的巨人要多少个人顶住他？不能电钩机啊，一定输的，对不对？这就要计算咯。但是如果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卫清楚，他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些神的百姓。所以大卫得胜的秘诀就在哪里？就是他把人的战争提升到神的战争。虽然看来对方是人，我们这一些也是人，但是他知道他们敌对的是耶和华，他们辱骂的是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就靠他背后的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来跟他们交战。这就是大卫他的眼光跟扫罗王跟以色列的军队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提升了，把人的战争提升到神的战争里面。所以圣经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人靠车，有人靠马。诗篇20篇7到8节，对，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及耶和华的名，因为他是得胜的君王。阿们。所以他们要俯伏，他们要辅导，我们确实要起来，而且站立的稳，站立的正直。阿们。你看一个人面对你的时候，如果他走路是这样的，这样走路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自信的人，对不对？好啊，如果他走路是这样，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会觉得怎么样？好，他不安，他害怕，好，他没有办法正视人。哎，一样，这份信仰，如果你过去走路是这样的，你听了这一篇道以后，你回去要怎么样？做一个堂堂正正走路怎么样？抬头挺胸的基督徒，阿们。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哦。因为我们靠的不是自己，虽然我是短小的，但我的信心是强壮的。阿们。这就是我们信心可以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越懂得怎么交托。太多事情繁多，让我们不晓得怎么样面对挑战。我们如果靠自己，我们知道是有限的。然后，我们越认识他更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交托给他。如果你认识他50%，那可能你交托他的，你只是50%，那另外50%谁负责？当然你自己扛了。但是你越认识他，你就可以越把你所有的，甚至全然的，可以交托在他的手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来看歌利亚这300公分的墙底，他看见一个100多公分的年轻的大卫来到他的面前，又不是带枪，又没有穿盔甲，带着他的牧羊杖，他就笑他了。你拿杖来到我这里，你把我当作是狗吗？很特别哦。为什么歌利亚他会自诩他是狗呢？然后我们在看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很棒。因为在神的眼中，他就是什么样？是狗，而且是小狗，也是一个会乱叫的狗，对不对？因为他辱骂，他不认识耶和华，他辱骂耶和华的名那如果神的眼光是这样来看，那就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神的眼光，这强敌在我们面前，自然的你就不会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所以大卫不在意他自己眼光所看到的这位巨人，不在意，他只在意他背后的这位神是怎么样来定义他的仇敌。他所在意，他所相信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用属天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歌利亚是这么小的。原来的歌利亚是这么小的，因为那是在神的眼光所看见的，那是属神的人可以看见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对他不会惧怕了，因为你知道你是巨人，不是歌利亚是巨人，因为你是信心的巨人。所以信心越增强，困难自然就缩小，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宣告好不好？来，一起来，信心增强，困难就缩小。对，信心增强，困难就缩小。不管你在工作的场合，在家庭，在任何的地方，只要你信心坚强，任何挑战困难就会慢慢的缩小了，慢慢的缩小，你就会很好处理，因为你知道你不是靠自己，是有神成为你的帮助。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永光教会成为扫罗的教会吗？还是大卫的教会？当然是大卫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幸福小组要启动了，我们要成为大卫的教会。我们可以宣告，我们必然是得胜的，我们必然是得胜的。你看大卫如何的得胜？圣经告诉我们，他预备了几颗的小石头，5颗的小滑石，对不对？他用了几颗？只有1颗，只有1颗，就叫巨人倒地。哇，圣经很棒的形容哦。最后那一句话说，大卫的身上没有刀了，很特别哦。他不是去战争吗？怎么没有武器呢？
神给他的武器是人肉眼没有看见的，他只用一颗小滑石，就叫这巨人，人们惧怕的巨人，能够应声而倒。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神也要我们教会勇敢的当你再次的面对你的歌利亚的时候，你是要当扫罗，还是要当大卫？这是你可以决定的，这是你可以决定的，这就是你的信仰所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其实都是信心的巨人大卫。阿们。你跟隔壁说，你是信心的巨人大卫。哦，这里有一个大卫哈，对对对，大卫，对，是信心的巨人大卫哦。所以我们相信神成为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者哈。好，我们最后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马是为打战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箴言21章31节，再一次来。对，马是为打战而预备的。好，得胜乃在乎耶和华。所以好不好？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回应神的话语，让我们勇敢在他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与我们同在那一份真实的平安跟喜乐，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你是
何的处境当中，只要我们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就看见你就在我们的前面，你成为我们的盾牌，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常在你面前跟你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所以我们就把生命交在你手中了。谢谢你，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还没对付过的歌利亚，主啊，我们今天早上要跟你说，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那歌利亚渐渐在缩小了，渐渐在缩小了，以至于就像蚱蜢般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对付，不是靠我们的自己，乃是靠耶和华的名。谢谢你，让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开阔，更往前跨步而走。我们走路不再随头，我们要昂首起来，因为这是你应许给我们的。谢谢你，也叫我们的教会成为大卫的教会，让我们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以为你要上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启动我们的幸福小组。那我们先来看一段，5分钟左右的我们上次的幸福小组的启动，好吗？我们要把这上次的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上次启动以后，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因此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我们最棒的果实，也是神所最喜悦的，好不好？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看我们上次启动的幸福小组，阿们。Alibaba, he had 40 thieves. Shahrazad, he had 1,000 tales. 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s you got 这 a 是 rare 青少年的幸福 Man, 小 what's 组 your。name? Whatever, what will your pleasure be? Let me take your order, I'll jot it down. You ain't never had a friend like me. 最厉害的牧师，这一组知道是哪一组吗？嵌乳小组。来看这一组是哪一组？爱神爱家爱人。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吃饱饱。志豪小组。这位幸福小组，有你有我最幸福。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你笑话成长在他手。豆豆小组，越传越厉害，来动用他们的下一代。福音，神迹来相伴，传福音，神与你同在。豆豆小组等你哦。 1, 2, 3, 4。I love you forever, forever。啊，这令个人归主，赵敏小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虽然没有大礼堂，耶稣都在唱戏。耶稣，耶稣，我爱你。Best， 欢迎你。得人如云就是你。这名幸福小组，哦耶！手手，妈
会宴小组，小组给你温暖幸福，超高规格的礼遇，给你永恒祝福，征战得胜，得力为业，征战得胜。得力为业。主恩小组，平紧邻，发出光和热，为幸福小组，爱神幸福又甜蜜，同心协力，征战得胜，得力为业。秀琴小组，切宴幸福小组，征战得胜，得力为业，征战得胜，得力为业。玉兰小组，耶稣，我爱你。大家都知道这是哪一个小组了哈。为业荣。好，我们将去年这些小组他们的演出，我们这是把荣耀归给神。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年呢，总共有18个小组要来开幸福小组。那现在呢，我们要请这些小组的同工呢，我们要到台前，我们要来呼喊我们的口号，我们要来启动，并且呢，我们要来赠旗，还有呢，要赠奖励金。所以现在请我们的牧师小组，就是我还有我的组员出来吧。我的组员快点再来，好，我们就排在这边。好，主恩小组，好，以及你的同工确验小组、健身小组在后面，还有照明小组、重文小组、33小组、正平小组、美丽小组、慧燕小组、秀莲小组、介平小组、香云小组、明威小组、平安小组、佑生小组、哲伟小组、本玉小组。我们请那个副长站在前面，然后组员在后面，副长在前面，副长在前面，好，副长在前面，同工在你的后面。我的组员跑去哪里去了？我都看不到。哦，在这里哦，在这里，在这里，不是。过来一点。幸福小组是一个征战的时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分享给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邻里，所以但是我们知道要抢救他们的灵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如果不信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的方向不在自己的手中，反而是在撒旦的手中。所以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把它抢夺回来，到神祝福的恩典之中的话，那必须要征战。所以我们为这一些的这次的幸福小组第8届的总共有18队，我们要来为他们振旗，表达说我们教会全力的支持他们，让他们在最前面为主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祷告来支持他们，来成就神的祝福哈。所以现在我们要来振旗，来，第一组是牧师小组，我们鼓励，也给他们奖励金2000块钱哈。哦，谢谢，感谢主，感谢主。OK， 接下来是确验小组，来，确验在哪里？好，来确验。来，好，我们给他掌声鼓励。再来是健身小组，来健身。明威，我们按照这个好不好？明威小组。好，按照这个。来，恭喜。好，介平小组，我们给他掌声。介平在哪里？介平。来，介平小组。好，介平。好，再来美丽小组，美丽幸福小组，美丽幸福小组。美丽幸福小组。感谢主。来。好，正平美丽小组不对，正平幸福小组。
正平幸福小组，慧燕幸福小组，我们都各给2天的奖励金哦，让他们能够可以好好的崇运用。文幸福小组，好，来，崇文幸福小组 ，OK。秀莲幸福小组，来，秀莲幸福小组 ，OK。主恩幸福小组，主恩幸福小组 ，OK。好，来。珊珊幸福小组，珊珊幸福小组，好来。香云幸福小组，香云幸福小组，来。你拿错了，你怎么拿到别人的？拿到别人的，对，这是香云的。好。照明幸福小组，来，照明幸福小组，嘿 ，OK。建商幸福小组，哎，哈利路亚，耶！本域幸福小组，来，本域青少年的部分哈，平安幸福小组，来，好，幼生幸福小组，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哲伟幸福小组，哇 ，OK， 好，现在我们要来呼口号哈，我们要来呼口号 ，OK， 好，请大家起立好吗？我们要来呼口号哈，征战得胜，得地为业3次哦，好，来预备，来，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征战得胜，得地为业，耶！哈利路亚！好，来，我们一起开口为我们站在前面的这些幸福小组的同工，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上帝给我们祷告祝福的权柄，就在这时候，我们开口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聚会，让他们的 best， 让他们的经费，让他们所有的合一都可以成就神的祝福在我们教会。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这期第8届有这样一些的同工愿意摆上他们的生命，主啊，他们为了你要去征战，主，这是一个征战的时刻，我们谢谢你，让这样的一个能力，大卫的能力就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迎接挑战的时候，就看见神，你就是他们的靠山，就是他们的帮助，就是他们的祝福。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的在你面前祈求你更恩待他们，让他们在邀请 best 的时候，让他们的心是柔软的，是温暖的，让他们乐意到这里来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好，这时候我们要来唱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对歌哈，来，幸福，哈利路亚。用祝福的心来唱，来，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
教会有给他们每一个小组的一个开拓幸福小组的激励金。但是呢，我们从过去我们常常看到每一个小组呢，他们开拓幸福小组之后，他们的小组的组员，他们都自己拿出他们自己的金钱，然后看到小组的需要、base 的需要，所以就这样子把幸福小组呢给营造起来、建造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些的同工们开始要进入到幸福小组的预备，然后呢 ，base 要进场。所以我们天天都要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组员，每一个组员都是他们最强的后盾。所以呢，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鼓励他们。好，上帝祝福你们。好，我们一鞠躬。好，请回座，感谢主。他们手上的这个旗子呢，每一次当幸福小组的小组长的人呢，这个旗子呢就成为他的纪念，好，就成为他的纪念。所以呢，非常的棒哈，感谢主。请预备心来奉献，请侍奉人员准备。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请大家以感恩的心以及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握拳，神灵触摸，开始奉献。衷心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握拳，神灵触摸，会众请起立。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义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时间，请牧师主持。弟兄姐妹，这个时刻我们来关心教会的消息。好，我们的青少年呢，我们的成长班是成长班吗？门徒班要开始了，所以呢，我们孩子们呢多多来报名来参加。好，现在是从认识职业开始。我们的青少年呢，在最近几周呢，礼拜六都特别安排我们教会呢，在某些的职业的专场上面呢，都来为我们的孩子们来分享。好，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六是安排少华他要来介绍他的专场是在金融的投资的部分哈。
请他呢来分享，让我们的青少年，虽然他们现在还不会赚钱，但是要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们就会好好的读书，将来他们就知道，赚钱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投资对你是最有帮助。那这是我们少华的专场，在他下个礼拜要离开台湾之前呢，他要来为我们分享。家长欢迎你一起参加，因为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好，所以呢请我们的青少年呢也带我们的朋友来参加。好，接着，好，这个请我们周牧师来报告。好，我们知道武汉肺炎的整个发展性，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那教会，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是在整个大楼里面，我们跟住户是同电梯、同出口的，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的长老有开会来做一些的一个安排所以第一就是我们的信徒要出入教会敬拜，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开始，我们都戴口罩。特别我们在出入的当中，跟住户有接触的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让他们的安心，所以我们就一定戴口罩。那戴口罩以外，就是说我们尽量走楼梯上下来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尽量走楼梯。但是我们有一些长者，他们必须要靠电梯的，还是可以坐电梯，没问题。但是在电梯里面，我们就不讲话，好不好？因为电梯有时候还是会有住户跟我们同这个时段上下的，那我们保护自己。也让别人安心，我们就在电梯里面，顶多就是点个头，彼此问安。那如果进来的时候，刚好有住户要来搭电梯等等的，我们就跟这些住户有一点点的距离，大概2公尺的距离这样，或者让他们先搭电梯上来，或者他们先走以后，我们直接进来就走楼梯，爬楼梯上来。我们这样是在做跟住户一些分流的方式在进行。那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吗？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礼拜的时间，下个礼拜会再有一些的调整，我们会缩短一点，缩短一点时间，就是让我们第1堂跟第2堂的信徒的回去跟来。那个交错的时间加大一点，才不会我们同时在这里挤包括入口，包括电梯，包括楼梯，所以我们会缩短一点时间。特别第1场，牧师期待70分钟就结束，然后大概有35分钟左右，让我们有回家的，有10点45要来礼拜的这样也做一个分流的工作。那我们会全程会把我们的窗户都打开，都会打开。那也尽量，如果可以，还是做一些的分散来做。如果旁边还有位置的话，我们就尽量来这样的分散。牧师期待也要求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有咳嗽，有发烧，有身体不适的，你只要有觉得一点不是很舒服，那你就应该在家里休息然后你可以看我们教会有直播，我们可以透过直播来看那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有出国回来的，这个就是按政府所规定的来做反正政府所规定的，我们教会都一定遵守然后刚才我们也有说了，就是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就不传奉献袋，我们直接奉献。那我们有4位的同工会来拿这个奉献袋带到我们的前面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教会不会停止聚会，但是我们会想尽办法来做更好的安排。所以请我们小组也注意小组组员，你要注意你的小组的群组有怎么样的教会这里官方的公布没有，有什么样的消息没有，让我们都知道。因为政府现在也印着时事在做一些的
公告法令这样子在规定哈。那我们教会基本上都要配合，而我们教会也期待也许我们安排好了哪一个礼拜我们就去野外礼拜哈，也可以，对不对？哇，很棒的哦！我们都想很多了哈，就已经有很多，但是都要有明确的时候才会公告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大概是这样子，我们在不停止聚会，但是我们采取积极的策略来因应这个实况，以力求逆转胜。阿们。愿神帮助我们。也为牧师我们祷告，我们真的有承载比较重的一些的压力的存在哈，特别在住户这边，他们也有一些的声音。那我们祈求神给我们能够有智慧，而且求圣灵安抚这些的住户，知道我们教会在这里的出入都是祝福的，都是对社区一个祝福的哈。OK， 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教会的消息。好，那今天呢，刚刚是幸福小组的启动。好，再来呢，等一下结束之后呢，请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的这些已经报名的同工要参加备课的，我们等一下有第一次的全体的研习，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幸福小组接下来要怎么样往前走。所以呢，我们同工呢，等一下到4楼来集合。好，我们今天的赞美乐团呢有一个培训的说明会，所以我们的团员呢，等一下结束之后也留下来，我们要马上来举行说明会。好，另外呢，3月24号呢是领袖之夜的牧养交流，所以请我们的铁三角同工，还有我们的长子同工，我们来出席来参加。另外呢，也请为我们的校园天使他们要进班的这些的老师，他们的服事来守望祷告。我们也知道这些老师呢，他们付出他们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呢，他们仍然是带着神的爱跟祝福进班来服事，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这一些的在校园里边服事的这些老师来为他们祷告。好，另外呢，我们的奖学金的申请呢，是到今天中午12点过去了，结束。好。再来为健康的同工弟兄们来祷告，就是卢前一弟兄，他今天到高雄来做开刀的手术哈。继续为梁约翰弟兄在台大医院，也为我们的锦湖，也是敏珠姐的儿子有来，对不对？上帝也祝福他，好，上帝也祝福我们的锦湖。好，那再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的礼拜六呢是金兵营，我们的金兵营的营会。所以呢，已经有报名参加的，请我们在8点50能够准时到我们的教会4楼。我们感谢主，在昨天我们的门徒营结束，那门徒营结束之后，他就有很棒的分享，而且呢，我们这一次的门徒营是全垒打。什么是全垒打？就是所有的门徒营总共有16位，他们全部都要进入到门徒班，要继续的往前。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神也要大大兴起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大卫，阿们吗？感谢主。好，那现在呢，我们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好，我们的介平的朋友叫做艺文，苗艺文姐妹，艺文在哪里？好，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哈，是介平的朋友，是我们秀莲姐的员工，你来到这里就对了，因为你老板在这里，你在这边也很安全。好，我们非常的欢迎艺文哈，我们一次的欢迎。好，我们再来介绍下一位，好，是少华所带来的，是在我们北京咖啡屋的台湾的我们的志工哈，非常的支持他，是吴文健弟兄。吴大哥，我们称他吴大哥啦哈，年轻的吴大哥。我们也期待他们呢，可以有机会常到我们永光教会，因为他们呢为咖啡屋成为志工，那就是我们永光教会的一家人，所以我们也支持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我们非常的欢迎你们，请坐。我们的迎宾团队呢？要为我们的艺文，还有我们的吴大哥，我们教会有一些的礼物要来送给我们，所以请跟着我们的迎宾团队同工来到楼上一下哈，让他们接待你们一下。还有艺文哈，我们的
陪伴同工可以带他们到楼上。好，这个时候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来用这首歌，我们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他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呢以前都很喜欢拥抱，现在呢不能拥抱，所以呢我们要用脊背来代表取代拥抱，好吗？耶！这是昨天我们门徒营发明的。来，我们用脊背来代表拥抱，来，我们跟旁边的人，呀，上帝祝福我们，感谢主，哇！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喜乐充满我们。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我们仍然站立，牧师来主导。愿上帝大能大力、充充足足充满你们，让你们的心里有充满巨大的信心巨人，跟面对挑战的时候，能够靠主的名胜过那心中的歌利亚阿们，环境中的歌利亚阿们。也愿圣灵与你们同行，让你们活出他的喜悦，活出他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